以前咁樣嘅啫，只可以咁樣嘅啫，而家可以咁樣，可以咁樣。持續咗大半年啦，有一次唔小心挫親條左邊嘅頸膊之間咁啦，好得意㗎！你挫親之後唔係即刻痛嘅喎，去到某一段時間咁你咁又痛，咁又痛咯，一喐就嘭咁痛咯。如果10分去形容咧，佢有8分痛咯。返工好辛苦㗎，咁你又要望呢邊又要望呢邊嘅時候，就觸發到佢咯。搽嘢咯，搽啲消炎嘅嘢，食啲消炎止痛嗰啲咯。一唔食一過後又痛咯。我終於的起心肝揾下有冇咩其他方法咯。第一次上到嚟就已經同我做啦，試咗嗰晚已經開始真係 OK，唔會話喐下就痛咯。而家應該好咗80%㗎啦，痛症少咗咯，咁你個人就自然會開心啲㗎啦。我會俾 N 機能再生9分半，N 機能再生幫到我，N 機能再生幫到我。